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，新北市这间幼稚园考试单笔消息讲违法超收学生，内底有案件啊，抑阁嫌主管机关加早牵涉乌白管教，若要退学退钱，就要签保密协议。咱做伙来听投诉这时代讲法。皇家幼儿园在板桥算是一间知名，然后规模不算小的幼儿园。当时我们在帮小朋友找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不少功课，比照了很多间学校的优缺点，最后我们选择了皇家。我们也实际上到皇家去看了几次，校方告诉我们的一切都非常美好，不管是场地、空间、师资，还有课程。最后才发现，我们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哦。我们也是上个礼拜才看到新闻，才知道说，原来这间学校过去有这么多的违规记录跟非法的事件。但我们不解的是，这间学校怎么还可以继续招生、继续营业？让我们这些家长事后小朋友进去的环境这么的糟糕。学校在我们未知的状况之下，未事先通知就把我们小朋友带到黄龙去。老师告诉我们说，因为那天是校外教学，实际上小朋友再到其他各个不同的学校，我们才知道这间学校操作的问题有这么的严重，把我们其实小朋友关在这什么密室里面，上课的状况也非常的差，窗户都是密闭的。我的小朋友进去之后一直在生病，请了多次的假，请问我请假的这些工资谁来赔偿？每天都看到学校校园门口有不同的娃娃车，不同的名字的娃娃车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小朋友被带去哪里上课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小朋友念的是皇家、黄龙还是其他的分校。最可恶的是，我的小朋友每天坐娃娃车来返，他们没有保险。在来返的途中，我的小朋友受伤了，发生事故了，我找谁救责呢？收据上面并没有任何的保费，开了一条叫补习费，我的小朋友并没有补习。发票上面学费的金额跟开立发票的金额对不起来，到底这间学校是不是有逃漏税的嫌疑？这么多的疑点，在过去就算被发现了、受罚了，那这间学校竟然还可以屹立不摇继续招生。我想问的是，我现在的小朋友没有地方去了，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小朋友继续待在这间学校呢？我接下来要跟公司提离职的话，请问我的收入谁来赔偿？我的小朋友没地方去了，小朋友该去哪里？我恳请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源跟配套措施，让我们这些家长能够自保。